嘿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智慧。嗱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想講下裝備 L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知道自己係咪一個真正嘅裝備 L 咧？咁方法就好簡單嘅啫。如果你發現你屋企有好多嘢買咗翻嚟，只係用咗10次，甚至乎只係1、2次，你睇下招紙都未刷嘅話咧，其實你都好大機會已經成為一個裝備 L 啦。嗱，同大家介紹下，嗱咁呢一個咧就係嗰陣時我喺疫情嘅時候冇嘢做咧，就買翻嚟諗住轉行做電競啊。咁啊嗰陣時咧就係2022年啦。咁點不知咧，我用咗又係唔夠1個月就放棄咗啦。咁咧佢係好靚噶，可以着晒燈啦。咁嗰陣時因為買咗翻嚟又冇用啦，跟住所以你見到其實佢都係鋪塵。嗱咁呢個咧就係嗰陣時我諗住買翻嚟咧學畫畫用嘅。咁當然依家買咗翻嚟又係冇用咯，因為畫極都係唔知點解畫咗撇屎。嗱呢一個咧就仲癲，因為話說咧，我依家揸住呢部 FX30咧，佢係冇防震噶嘛，所以就買咗呢個 DJI RS4 Mini。但係我買完之後又發覺好似冇乜用，你睇下招紙都未刷，我又諗住唔要。嗱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都唔想再做裝備 L 咧，以下我會有幾個方法。方法1，直接開箱。冇錯啊，拎出嚟用，咪唔會係裝備 L 咯。嗱，我諗到嘅方法1咧，就係直接開箱咯，將我哋本身諗住冇用嘅嘢攞出嚟用，咁我哋咪解決咗件事咯。咁我依家就撳呢個跟隨，一鍵跟隨，哇，犀利啊！擺脫咗裝備 L， 備 L 咧係即係代表佢買翻嚟用唔到嗰啲咪裝備 L， 買翻嚟用得到嗰啲咪駕馭到，就唔係裝備 L。嗱，我哋依家咧離開個鏡頭 ，OK， 我哋又出翻嚟，又跟翻，簡直係專業啊！佢 DQ 咗線啦！第2，養貓。只要你好似我咁養咗7隻貓，你想有錢都難啊！貓砂、貓糧、貓玩具，通通都係錢。第3，減少睇玩具。